法师好，副市长好，热烈掌声欢迎。今年我们的水路主题呢是这个灿字，那各位可以从这个字的一个结构里面可以看到，就是它有两个人，然后一个戈就是戈壁的戈，然后底下一个碑，那么旁边一个心，那么讲的就是说我们有两个人呢动了刀割，就是彼此不合对立，那这是错误的行为，那我们必须要从这个心来忏悔起，那么也就是说回到我们自己的一个意识，所以呢，我们整个水陆法会提到的是我们以这个忏悔这个一个模式呢，能够来达到我们这个水陆法会超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所以我们今年也希望以这个忏来成为我们的主要的一个主题。今年水陆法会的一个特色呢，其实应该是也为了一个配合这个政府的一个秋冬的一个防疫专案，是呢，我们应该说是做得非常万全的准备，能够把一道一道的这个防疫措施能够做好，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很安心的能够来参与这个水陆法会，能够作为这个大家一起来祈福，然后能够为这个全球的新冠状病毒消弭尽一份心力。那除此之外呢，因为国境没有开的关系，所以呢，很多的海外的功德主没有办法来，所以我们也特别做了这个直播的一个方式，让他们也都能够透由直播呢，也能够诚心诚意的来参与法会的祈福。那我想这个之外呢，就是我们设了3个公立的大牌位，那一个就是为这个全球因为新冠状病毒而死伤死亡的这些人立了这个超度牌位，然后第二个呢就是全球的像巴西、澳洲、加拿大还有美国加州的森林大火的动物森林的大牌位，那第3个就是掌管新冠状病毒的瘟疫省立的牌位，所以有3张的这个公益大牌位，那希望透由这样的一个水陆法会，大家的同频共振，能够让这个世间呢无灾无难，大家都能够离苦得乐。